感谢赞美神，我们今天能够一起相聚在这里，是神所赐的祝福。阿们。好吧，我们从位上站立起来，去找到3、4个人，跟他祝福说新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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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嗨翻好不好？移动你的脚步去跟他说新春快乐，新春快乐。有许多久久未见的家人朋友，我们也一起跟他们问候，一起跟他们说新春快乐。很感谢神哦，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新春圣谢礼拜当中，我们不是出去玩，我们是一起来与上帝约会。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神是赐我们喜乐的神。阿们。哈利路亚。教会好不好？再一次，我们一起来对上帝也说新春快乐，新春快乐。天父爸爸我爱你，天父爸爸我爱你。我们一起用这首新歌来彼此祝福。新的一天，阳光洒在脸上，春风吹进我心房。晚上新一天，前门铃叮当，一家大小聚一堂。旧事已过，让新的来到，忧伤全都丢掉。主与我同在，天天美好，喜乐在心中环绕。新的一年，新希望，平平安安回响。家人健健康康，欢笑声充满大街小巷。姐妹一起来，数不完，祝福源源不断。弟兄大声，出入有他陪伴，一家人迎接新年新希望。这首是一首新歌，也是一首祝福的歌曲。当我们在献唱的时候，也祝福我们身旁的人，真的都有神的同在，神的平安。阿们。再一起来说，丰富佳肴，丰富佳肴摆满在圆桌上，灿烂笑容在脸上。给你旁边一个灿烂的微笑。噼里啪啦爆竹在大声响，伴着鼓声隆咚响。旧事已过，一起宣告。旧事已过，让新的来到，忧伤全都丢掉。大声宣告出来，主与我同在，天天美好，喜乐在心中环绕。Go！ 新的一年，新希望，平平安安回响，家人健健康康。阿们。欢笑声充满大街小巷。主的恩典数不完，祝福源源不断。宣告出路有他陪伴。阿们。一家人迎接新年新希望。好不好？当我们在从头敬拜的时候，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可以看看旁边人，祝福他充满神的平安，阿们。每个人都平安健康。阿们。平安。一起来说，新的一天，阳光洒在脸上，春风吹进我心房。幻想新一整天，门铃叮当，一家大小聚一堂。宣告，旧事已过，让新的来到，忧伤全都丢掉。主与我同在，天天美好，喜乐在心中环绕。新的一年，新希望，平平安安回响，家人健健康康。祝福旁边的人，欢笑声充满大街小巷，主的恩典数不完，祝福源源不断，出入有他陪伴。一家人迎接新年新希望，新的一年新希望，平平安安回响，家人健健康康，欢笑声充满大街小巷，主的恩典数不完，祝福源源不断，出路有他陪伴，一家人迎接新年新希望，出路有他陪伴，一家人迎接新年新希望，出路有他陪伴，一家人迎接新年新希望。
新的掌声！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事，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举起你的手来宣告说：新的事，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跟你旁边的给他一个击掌说：新的事要发生在你的身上。一起来唱，你是做新事的神。是的，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皮带，每天要吃上。预备好你的声音，从头宣告：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皮带，每天要吃上。全教会楼下的一起赞美。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成长我们新的事够。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再一次说神，我要新的事，新的事，新的事做。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成长我们新的事，我要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把手举起来，拍手。新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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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更大力的拍掌给神，新的事够，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哈利路亚！新的事，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再来，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最后来宣告说，新的事，把手举起来宣告，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新的事。手举起来，祝福右昌教会，哈利路亚！拍手！全教会右昌教会弟兄姐妹，天使和天君和我们一起来赞美神，一起说哈利路亚！新年快乐！父神，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一路的陪伴，主，这一路上因为有你的同在，因为有你牵着我们的手，使我们能够有平安。那真实的平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一无挂虑，毫无惧怕，是因为你，是因为你，是因为你。看我爱主，我爱主啊，家里买你归我，这条路我个爱行，我
需要你来作伴。看我的主，我的主啊，请你莫离开我。有时我会惊，有时不知安怎行，有时敢若听袂着你的声。看我的主，请你甲我作伴，予我的脚步永远定，行到你的门前，听着你的声，甲我讲，入来我会行。这是我们的祷告，这也是我们回应神的祷告。阿门。好不好，教会？当我们再继续用这首诗歌来敬拜神的时候，你真的再一次说：主，我愿意将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你。圣灵，你带领着我，上帝，你牵引着我，让我不看环境，不看难处，只单单依靠你。一起来敬拜。看我的主，我的主啊，请你莫离开我。这条路，我搁爱行，我需要你来作伴。看我的主，看我的主，我的主啊，请你莫离开我。总是有时，有时我会惊，有时不知安怎行，有时敢若听袂着你的声。看我的主，请你甲我作伴，予我的脚步永远定，行到你的门前，听着你的声，甲我讲，你带我会行。再一次来说，看我的主，我的主，我的主，你可以将你的手按在你的心上，对主来敬拜。这是你真实对神的渴望与祷告。这条路纵使难行，但我依然坚信的要来跟随你。我需要你来作伴。看我的主，看我的主，我的主啊，请你莫离开我。总是有时，有时我会惊，有时不知安怎行，有时敢若会听袂着你的声。但是神，你的手不离
到你的门前，听到你的声，甲我讲，你来我的家。哈利路亚，亲爱的父神，主，我们赞美你。你至始至终、始终如一的爱我们、接纳我们，即使在我们软弱当中，神你依然看顾着我们。主，你总是用笑脸来帮助、来看着我们。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真是如此何等恩典的，我们能够在你的爱当中。谢谢你的爱，谢谢天父的拣选，谢谢耶稣你对我们生命的救赎与拯救，更感谢圣灵，你随时随地随处的引领以及与我们的同在。感谢神垂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生命，大家一起说阿门，阿门。来呀，咱就摇我手歌，救咱的召伴出欢喜的声。咱到伊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咱有缘徛咧，咱来吟圣诗，圣诗435首，等咱大家来吟诗。圣诗435首，等咱大家来吟诗。咱即时请老面前长老助咱感谢祈祷。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当这的天咧讲起上帝你的荣耀，也强壮保养你的手所做一切工。世界人要讲，阮所敬畏的耶和华，伊是何等的真实，伊是何等的大。主啊，伫这个新春万美拢换新的时，主也求主你改换阮的心志，
也互阮的心思意念会当照着上帝你的旨意行伫阮的当中。主也经历过去，虽然世界有战争，虽然物资有波动，虽然工作不愉快，虽然生活无快活，但是上帝啊，我知你是阮的上帝，你是帮助阮的，你常常牵阮的手，你嘛无离开阮，你爱阮甲你相同行。当阮选择甲你相同行的时，主你就听阮的声，听照你丰盛的应允，喜乐伫阮的当中。主，今仔日是新正年头的头一天，互阮众兄弟姊妹围围聚集伫你的圣殿的当中，阮用敬拜、用阿乐来称颂主你的名，因为天顶地下无想事别的名，独独想事耶稣基督做阮的拯救，做阮的帮助。但愿每一个人花头喜面，快乐过新年。求主你将这个灿烂的笑容继续摕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躯当中，也互阮旧的代志已经过去，互阮的忧伤完全拢无去。因为主你甲阮同在，阮就逐工美好；主你若甲阮同在，阮的喜乐就满满。主啊，伫期待伫新的一年的当中，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带着新的意向、新的愿望，也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享受阮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天，拢有主你稳定的同在。过去的年日如何，主你将来享受互阮的力量也要快乐嘛要如何？因为阮逐工敬畏你，阮逐工称颂你，就这个好康的代志，无一件代志无临在伫阮的当中。主感谢你，但互阮存着敬畏的心，搁再一次伫这个新正年头一天，阮会当敬拜称颂主你的名的时，主啊，伫全世界的当中，阮称做主你的儿女，阮是有何等大喜乐，阮是有何等大的平安。主，愿你的话继续光照伫阮的当中，也互阮新的一年，逐工拢有油滴伫阮的路径的当中，互阮所经过的每一时每一刻，都主你拢甲阮同在。从今仔日的头到尾的敬拜，交托仰望，愿主你甲阮同住的，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启应啊，新春启应文伫咱的后面，咱请饭入中长老带咱启应。咱做伙来读新春启应文啊，我来启，恁来应。正月初一来教会，新唱会，信仰加天互满杯。祝咱年年平安过。正月初一做礼拜，圣经道理真澎湃，主的恩典通人爱。平安喜乐报世界。正月初一是新年，大人囡仔笑眯眯，祈求上帝赐福气。我国丰收大趁钱，新食正月29暝，囡仔摕着第二钱，全家围炉来团圆。靠主信心打家天。咱即碟学乐，咱首先请上年圣乐队。新
咱献诗。咱多谢妇女圣歌队甲咱献唱，咱即碟来邀请儿童牧区来献诗。
咱看到咱儿童牧区这里教出的囡仔献诗互咱看到教会的未来哈。这点咱要来恭守上帝话，咱这时来请咱教会第二长老余海平长老带咱恭守上帝话。伫新正日头，咱当过三甲来到殿中，三甲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诗篇24篇地甲其中所充满的。世界甲点伫伊中间的，拢属耶和华。伊将地建立伫海的顶面，安置伫大水的顶面。治水画就耶和华的山，治水画徛伫以圣的所在，就是手清气、心清洁、存心无误虚假、手抓无藏奸贵的人。这号人要得到耶和华赐福，搁对救伊的上帝得到义。这个是找耶和华的族类，雅各的上帝啊！这是爱见你的面的人。城门啊，举起恁的头；永远的门啊，恁着受举起。阳光的王要入。迄个阳光的王是治水，就是大气力、大权能的耶和华。伫高前有大权能的耶和华。城门啊，举起恁的头；永远的门啊，恁也着举起。阳光的王要入，迄个阳光的王是治水，万军的耶和华，伊是阳光的王。阿们，感谢上帝将伊的话授赐予咱。咱这碟来邀请社青牧区、学青牧区为咱而乐。
咱多谢社青的牧区、学青牧区为咱献唱，咱即碟邀请教会圣歌队为咱献诗。咱多谢圣歌队为咱献唱，咱即粒讲道咱这个牧师要分享上帝信息，题目是迎神纳福。兄弟姊妹，大家新年快乐！感谢主，今日咱的敬拜，也是咱的所有的诗班的献诗，有感动无？哦，足感动吼！大家看了实在是，互咱的心充满感恩、感谢嘛感动吼！感谢主吼！头拄咱的社青甲学青唱的，伊是讲一切拢是运费啦吼。今年是迄个一般外口拢是爱用迄个龙吼，牧师用一个清安吼，
大家来请安哈。对牧师讲的，一切拢是运费。我靠主，万事拢为。今年所做，拢会平安，拢会顺遂，拢会成功，拢会蒙福。阿妹，感谢主，感谢兄弟哈。我们今天真的非常喜乐哈，从带领敬拜的，真的非常感动。我们每个4班，特别我们看到连小孩子可能圣灵感动了，连小孩子都可以那么大声的向前称谢，向神歌颂真的非常感动那今天我们在新春的第一天，牧师读了诗篇24篇，因为今年是诗篇24篇的一年那我用这个题目就是迎神纳福迎神纳福。在过年的时候，通常很多家庭会贴春跟福，而且有的时候春要倒过来，福倒过来，当然怎么贴有它的规矩主要是说春天来了，这个寒冬过去了这个福气来到我家了所以期待新的一年能够迎春纳福。但是我们神的儿女牧师希望我们能够迎神纳福我们能够欢迎神来神来了，那神的福我们就能够领受因为福气是每一个人都想要，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那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福？而且这个福不是一时的福，而且是永恒的福，是永远可以跟我们同住的福。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称为神的儿女，就是因为神的恩典，因着他爱我们，借着他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我们因着他的救恩，我们能够罪得赦免，我们能够领受他救赎的恩典，而且能够得着他所应许永生的福气。这个就是从神来的福。世人所追求的，可能这个福有时候是短暂的，是会过去的，是会变化的。但是我们要领受的这个神是永远的，而且是不会改变的，而且是不仅是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他都要与我们同在的。弟兄姊妹，我们相信我们领受从神来的福，不只是那属天的福分，我们要领受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当中所有属地的福分，也要赐给我们。我们进入了2024年从全球很多先知的话语说，2024年仍然是在震动的一年，今年还是会在震动，但是震动当然有好的有坏的要看怎么震动，有的震动是不好，有的震动是好的。在哈该书2章6到8节，他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是我的。先知哈该告诉我们，若是上帝震动，这个震动是好的这个万国都会运来珍宝。这金子是神的，银子也是神的，一切都是他的，他要给谁就给谁。这个殿要充满他的荣耀，他要赐福他的百姓，这个就是好的震动。万国都在震动。柯恩东牧师在今年的一个信息，他说今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无论在经济上，在政治版图上，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许多国家的领导阶层发生震动变化这个是世界可能发生。今年光要选总统，要选举的，就是
有超过40个国家，你就知道有很多的变化，很多的震动。但是对基督徒来说，神的计划是高过人的计划，好像以赛亚书55章8到11节所说的：“我的意念会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会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万国在震动，但是我们相信都是出于神在神的计划中，在神的旨意里面，这一切必定要成就，而且是美好的。阿们吗？第二个，我们未来的战争，2024年我们所处的这个季节，若是读马太福音24章，这个季节是一个战争的季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但现在当然还不是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们还要大量的收割宝贵的灵魂。撒旦魔鬼想要改变节期，好像但以理书7章25节说，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再、两再、半载。这个是要告诉我们，撒旦魔鬼仍然在动工，所以我们在未来的年日，各位神的儿女，我们应该要恳切的祷告。唯有神赐给我们的权柄，祷告的权柄，可以阻止仇敌的计划。他没有办法改变神的节期，他没有办法改变神的律法，所以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若是读马太福音24章，你会看见各地充满了战争，有灾难，有暴力，有背叛，有假先知，很多看起来好像是无法无天。但是我们相信属神的子民，我们就是祷告。当撒旦魔鬼要攻击神的百姓，要破坏神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唯有是祷告。在我们整个世界，我们知道很多的变化。其实，在台湾，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在台湾，我们相信，光一个总统国会的选举，我们就发现，可能在台湾不同的世代想法差距很大，差距很大，可能会产生很大的摩擦，可能甚至冲突。这个就是撒旦魔鬼的这个诡计，他希望我们大家会是冲突，会是对立的。但是我们属神的百姓，我们一定要有神的智慧，面对所有的情况，我们应该要祷告，我们应该寻求神，我们应该回到神的话，让神对我们说话。许多撒旦魔鬼可能让你模糊不清了。比如说耶稣在接受试探，早上第一天我们的早祷读的就是耶稣受试探的故事。这受试探的故事，魔鬼就是让你分不清你是神子是人子。但是感谢主，因为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是灵，是生命，我们就是要领受他的话，按照他的话语，按照他的真理而行。我们有了真钞就会分辨伪钞，有了真理就会分辨那是不是真理。各位，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到一个充满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也处在一个经济在变化、在震动的时代。当然有很多经济专家会分析所有的整个世界的经济的变化。我们处在数位的时代，连货币可能都会数位化，很多的变化。但是弟兄姊妹，神说不必害怕，我们相信神与我们同在。神会兴起他所要兴起的领袖，特别是在政府的领袖，我们真的要祷告，他是会带我们往一个好的方向的。
它是能够带来好的影响力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台印的董事长，大家知道是谁吗？台印董事长认识吗？可能有一天我们要请他来这里讲道也可以啊。他叫李吉成啊，他是一个圣教会的执事，非常敬虔的一个基督徒，很有智慧，很敬虔。像这样的人，若是兴起在我们政府的管理的阶层，这对我们就是一个好处。各位，我们就是要祷告，你的公司也要有好的管理的阶层，我们的教会也要兴起神要使用的人。我相信，我们未来就会走向神的心意，走向神的命定。神是美好，神是要赐我们的神。阿们。所以第二个牧师要分享，第二，我们是要今年迎接荣耀的王，荣耀的王。我们去年有人说是诗篇23篇，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是好牧人，他引导我们，安慰我们。因为我们可能走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也没有遭害，因为他与我们同在。过去真的这几年，整个世界因着 COVID-19 带来的影响，真的很难走出来。但是今年是2024年，这个诗篇24篇在描述的就是荣耀的王。这荣耀的王，我们要迎接他进来，我们要迎接他进来。感谢主，虽然在过去的年日真的日子不一定好过，但是感谢主，我们都平安经过。牧师自己前天就写了一篇说，主的恩典够我用，再困难也不必逃避，再危险也不必害怕，再失败也不必沮丧。感谢主赐给我面对的勇气，赐给我坚定的信心，赐给我前进的力量。除了你，我别无所求，别无所望，别无所念。为了你，我愿致死饶我，我愿抛弃一切，我愿献上最爱。得着你是我一生最大的渴慕，最大的盼望，最大的福气。我相信我们2024年各位，虽然挑战很大，但是我们要迎接他，在我们里面做主做王。他是荣耀的王，是有能有力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人的耶和华。所以今天的经文大概2段，第一段就是上帝世人这样的召唤。他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这个诗人将上帝刻绘成一个城门的设立者，也是奠基者。他藉有充满生命的地与充满机敏的世界，来描述上帝对这个世界的创造，他的经营，他的管理。感谢主，这世界是他在掌管，这世界是在他掌管。所以第3节说，显人登耶和华的山，显人站在他的圣所。怎能够进入神这样的一个创造的祝福呢？就是愿意放下这俗世的事物，你能够不只是一直看着世界，追求这世界，你愿意把它放下来，你心里头能够真的渴慕神，恢复跟他的关系，来到他的宝座前来寻求他。我相信神就会与你同在，神若同在，这一切美好就是属于你的，属于你的。我们真的要来到他们面前。他24节告诉我们，怎么来到了面前，就是手洁心清，不向希望，岂是不怀诡诈的人。我们是这样的人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手洁心清。手洁心清就是你不仅是行为要圣洁，你的动机要正确动机要正确你不降希望，你跟神有正确的关系，你才会知道神要的目标。在传道书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倘若我们把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当成我们追求的目标，那当然就是心向希望。好，你会一场空，但是感谢主，让我真的跟神有正确的关系。而且我们不仅跟神有正确的关系，我们跟人要有正确的关系，就是不怀诡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但是我们不要这样，我们真的要跟人有和睦的关系、和好的关系、美好的关系所以求神赐给我们在新的年，不论是我们的长辈、我们的晚辈，求神都给我们好的 EQ。好的 EQ 很重要。我那天在早祷说，这个陈定川董事长这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他们夫妇他说一辈子都没有打过孩子，不是孩子不用教导，那妈妈是很生气的时候，那个跺脚，你知道吗？妈妈跺脚就是很严重，孩子就知道妈妈在生气了，这样就够了，非常有智慧。那个约翰卫斯理他们的兄弟姐妹有19个，他妈妈很有智慧，要教导他们就是什么，2个礼拜都是单独跟他一起谈话，带他们祷告。这个孩子都不能逃过妈妈的眼目，但是他不是用生气，不是用不好的方式来教导他，他跟他谈他的事情，还带他祷告。各位，这个就是我们真的要学习的。在新的一年，真的我们要让神成为我们的神，带领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让我们待人处事各方面，我都能够以他做我们的一个基准。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面临很多的抉择比如说你打开电视要看什么节目，你要收听什么音乐，你要阅读什么样的书，你要跟什么样的人做朋友，你说话的内容态度应该怎么样？我上街的时候要买什么东西，我要涉足什么场所，我使用手机要多少时间，我要浏览什么画面，这些都是抉择。各位，我们应该要真的手洁心清来敬畏神，按照神要我们做的去做最近你看到那个广告也很有趣，说这个是什么？恭喜发财手机拿来意思是说爸爸妈妈我恭喜发财，但是你手机要拿来，不要一直滑手机总是要陪陪小孩子，要陪陪家人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诗人在期待，在今年我们是真的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神面的雅各。雅各本来不是很好，但是他寻求到神，他抓住到神，他的人生就改变了，他人生就不一样了。他过去一直要抓世界，抓世界，抓世界，结果他惨兮兮的很苦，但是当他抓到神的时候，神的福随着他，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各位，我们今天在这个新春的时候，我们要回应神。这个诗人在第7节到第10节说：“众臣们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这个时候，祭司就宣告：“荣耀王是谁呢？就是有人有力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人的耶和华。”要回应，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荣耀王要进入圣所。这个会众就唱：“众臣们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抬起头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这个祭司在宣告：荣耀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在今年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迎接荣耀的王，迎接他的同在。我们都是读到大卫这个诗篇，就知道那个背景是原来约柜被非利士人抢去了，这个抢去了，他惨了，荣耀离开以色列了，所以他们很惨。没有想到这个约柜到了非利士人，当然非利士人有没有得到好处？
他们不知道敬畏神，他们随意的对待神，他们没有好好迎接这个神。当然，他们所遇到的后来就是发生了很多的这些痔疮啦、生病啦结果他们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还做了5个很大的那个金的痔疮的金的老鼠当做礼物去赔罪。所以知道我们都是不能好好真正的迎接我们的神。像非利士人，他们遇到的是灾祸，但是这个约柜到了俄北以东的家，好不好？他敬畏神，所以这个家就蒙福。大卫看到，哎呀，这个俄北以东蒙福了，这个要把它移到这个西安，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就知道各位。今天我们都是能够像大卫，能够迎接神到耶路撒冷、到圣殿、到西安。今天我们能够迎接神到我们的心中、到我们的家中、到我们所到之处。我相信我们不要自己做王，让神做王，让神做王，让他做我们荣耀的王。他在我们心中有宝座，他们能够做王掌权。我相信，当你请神到你家的时候，神来了，爱就来了，平安就来了，成功就来了，富贵都来了，一切都会来。刚才牧师所说的，你所做的一切都会平安，都会顺利都会蒙福。所以这是最关键的。弟兄姊妹，我们在2024年，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这世界虽然在震动，但是神坐着为王，神坐着为王，他坐着为王。当我们能够真的把城门打开，把我们心中的门打开，请他进来。我今天刚接到一个祝的卡片这个卡片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他说，各位我所爱的神的王子公主，你站在门外敲门。所有人探头，门却一直不开。这些年来，你一直以机会擦身而过，每次都是失望收场。但如今不再一样。看你头上的天门是敞开的，你要进入被人重用的新季节。匣这个字原意是开口，就是打开的门。天门并不是关闭的。你正在伯特利神的殿，天的门，一个圣洁可畏之处。我要在你身上行一件事，无论你到任何地方，只要在那儿足坛献祭，我就把敞开的天门带到那里去。这道移动的天门也成为你最大的祝福，使得你可以到我这里来。孩子，我不需要仆人，我要享受你父亲给你的爱与尊荣。今天我要对你说，宽大而又有功效的门已为你打开。虽然可能仇敌仍然要攻击，各样的拦阻仍然存在，但我若帮助你，谁能够拦阻你呢？神能够抵挡你呢？你要向神献上感恩祭，宣告并领受这个应许。阿们。感谢主，我相信这个也不是对我说的，我把它宣告出来，也是对你说的。希望这个新的季节，神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季节。虽然有征战，但是不要害怕，要迎接荣耀的神，迎接荣耀的王，他必定要与你同在，他要为你征战，他要赐福给你。这个神是大能的神，这个神是在征战中是带领我们得胜的神，这个神是一直与我们同在的神，他要使我们长胜。他怎么样带领以撒在那个饥荒的年日，撒种能够收成100倍，他能够昌盛。这个昌盛就是成长，就是兴旺、繁荣、加增、倍增。各位，我们相信在新的一年，我们向神祷告。倘若我们有一些不属神的、不讨神喜悦的，我们真的求神
让我们能够把它除掉。我们迎接神进到我们里面。我相信这个门，各样的门都要向你敞开，好像启示录4章1节所说的：“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当你能够升到更高，神要成就的事要指示你，神会释放你最大的潜能，来成就你所想所望的一切，并且超乎你所求所想的。我们一起来祷告。牧师今天要带领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我们教会其实发给大家的一个身份的祷告。各位，最重要的，你要确定你是谁，我们所敬拜的神是谁。当你跟他对准了，你正确的，神的门是敞开的，神的祝福是要临到的，你的道路是要平安的，你所做的是要顺利的，要成功的，要蒙福的。阿们。请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跟牧师做这样的宣告：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在主耶稣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我是天父的儿女，我是上帝家里的人，在主耶稣基督里，我天天被圣灵充满，我天天被圣灵引导，在主耶稣基督里，我胜过撒旦魔鬼，我脱离贫穷咒诅，在主耶稣基督里，我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灵魂兴盛一样。在主耶稣基督里，我得着了亚伯拉罕的祝福，我得着了天国和永生。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现在我们来准备奉献。那我们奉献按照过去以往，我们将我们的准备的奉献的红包袋来到台前。那你放在台前沈牧师、师母何牧师、欧牧师，我们牧者的教牧团队将会送给你一个教会准备的一个经文的红包。等一下，我们先要唱这首诗歌那个应许我们先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吴玫瑰牧师有一点带到我们当中的，这属于马来西亚的诗歌，但是很棒的一首诗歌。请我们敬拜团带领我们。圣经有许多的应许告诉我，神是行事公义，他帮助我，使我一生富足，使我心得到满足。多重的多少呀，少重的少数，这话是真的，阿们。多重的多少呀，少重的少数，这话是真的，阿们。圣经有许多的应许告诉我，神是行事公义，他帮助我，使我一生富足，使我心得到满足。多重的多数呀，少重的少数，
话是真的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啊！多种的多说呀，少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啊！们在冲动神的应许，上经有许多的应许，告诉我，神是信实公义，他帮助我，使我一生付出，使我心得到满足。啊，多种的多说呀，少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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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音乐继续，弟兄姐妹请坐。这个时刻，我们要按照神所应许的，按照神所赐福的，我们要带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财宝，我们要献礼物来到神的坛前。我们要领受神那在全新的一年所要赐给我们弟兄姐妹的，从年初到年终，一切丰盛的赐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首先有几个程序，我们必须要来遵守。第一个，等一下咱们请上联的圣乐队先头前，然后在后边听的人啊，在中间的位置，你们往中间的位置上来，然后从两旁，从嘉宾长老跟牧原长老这边的这个小路回去哈。然后我们每一个来到台前的，我们就由中间的走道进来。那么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唱这一首应许诗歌的时候，这个时刻我们就开始来带着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来到台前。我们这个时刻后面的先等一下，我们要请松年。等一下，前面的先等一下，先请松年来，松年献花图也加上带先哈。多种的多说呀，少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门。来，咱就秀一牧师哈，咱就秀一三个牧师。有许多的应许，告诉我，神是信实公义，他帮助我，使我一生付出，使我心得到满足。多种的多说。这个时刻，我们请中间位置的，请中间的，或是在副堂的，或者是在副堂的，请你们到台前来。在楼上的，在副堂的，请到台前来。记得，我们向我们3位牧师跟师母我们来领受神给我们的祝福。请往两旁。他帮助我，使我一生付出，使我心得到满足。多种的多说呀，少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门。多种的多说呀，少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门。圣经有许多的应许，告诉我，神是信实公义，他帮助我，使我一生付出，使我心得到满足。多种的多说呀，少种
上说，这话是真的，阿门。啊，多种的多说，要少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门。真欢喜，咱能看到啊，世界上的姊妹都倒来到你啊上帝的殿。今日是咱悠长教会大团圆的日子，相信你新的一年，上帝新的应允、新的祝福、新的稳定，啊，这个临在咱的当中，我心得到满足。啊，多种的多说，要少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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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坐伫主堂的兄弟姊妹，注意看一下吼，咱头前行10多分钟啊，这拢是伫副堂的吼，伫外面的，啊，所以毋是单单咱伫主堂遮的兄弟姊妹那尔，咱会当等伊行转去的时阵，咱会当看一下，是毋是真侪人咱真久已经拢毋捌看过，伊今仔日啊，伊倒转来伫咱悠长教会，大家伫这个所在彼此的团圆，哈利路亚！咱们感谢主，咱们阿乐主，咱们称颂主，因为上帝话每一句都在应允，上帝话每一句都是真的。好，这个时刻我们请左右两旁，我们请左右两旁，请从后面走过来。啊，不对，来从前面走过来，对不起，从前面走过来，然后从中间走回去。我的耶稣，神是心是公义，从两旁走过来，从中间走回去。一生付出，使我心得到满足。啊，多种的多说，呀，少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门。啊，多种的多说，呀，少种的少说。纹身执事，请把中间那两个门往外推，请中间那个门往外推。啊，多种的多说，呀，少种的少说。现在中间，现在是左右两旁哈，左右两旁。啊，多种的多说，呀，少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门。圣经有许多的应许告诉我，神是心是公义。使我一生付出，使我心得到满足。啊，多种的多说，呀，少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门。啊，多种的多说，呀，少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门。啊，多种的多说，呀，少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门。啊，多种的多说，呀，少种的少说，这话是真
心得到满足。好，我们请这边就接过来了。多重的多少，要小众的小手，这话是真的，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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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重的多少，要小众的小手，阿门。这话是真的，阿门。多重的多少，要小众的小手。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起立的来唱，延续这首诗歌。圣经有许多的应许告诉我，神是信实公义。哈利路亚！他帮助我，使我一生付出，使我心得到满足。大声的唱，我怎么？多重的多少，要小众的小手，这话是真的，阿门。多重的多少，要小众的小手，这话是真的，阿门。多重的多说，少重的少说。多重的多少，要少众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门。多重的多少，要少众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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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拍手赞美神，让神那丰盛的应许在一年的之中，大大的赐福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当中。我们要请主任牧师来带我们做奉献的祷告。是的，主，在新春的第一天，主啊，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向你称谢，向你敬拜，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一切都是你赐给我们的。主啊，正如你的话所说的，山属乎你，就是最高的山也是属乎你，海最深的地方也是属乎你。主啊，这一切都是你赐给我们的。主啊，我们唯有称谢，我们唯有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不仅要数算过去的恩典，主，我们也在我们新的一年，我们向你称谢，向你献上感恩祭，用我们自己把自己献上成为活祭。主啊，让我们真的成为神你所赐福的。神，你在新的一年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无论出入都能够得着平安，我们所做的得着顺利，我们所计谋的都因着你的恩典得到成就。愿你美好的旨意都成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孩子，在我们所到之处，在我们所做之事，都能够看见神的荣耀。荣耀的王啊，请你进来，请你进来，我们敞开我们的门，我们要欢迎你，我们要迎接你，你要为我们征战，你的应许要成就，我们祷告必定要成就，愿你美好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为了我们所献上的，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你纪念，求你施恩，在新的一年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福上加福，在我们属神的百姓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都能够经历到你。
我们能够不断向你称谢。在明年，当我们再次聚集的时候，我们能够再一次向你称谢，向你感恩，向你献上一切。主啊，我们感谢的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再看，咱只是以议员起来，来吟耶和华祝福满满。好，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请坐啊！这个时刻啊，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转播哈。我们以为我们在主堂，我们在副堂的，知道二楼主堂是满满的。可是呢，我们在主堂的人不晓得到底副堂满不满。我们现在要请导播要把副堂的弟兄姐妹的影像传给我们看一下。副堂。好，来，这是副堂的弟兄姐妹，我们好，你看吧，你看吧，好，挥挥手，会大力一点，这样子看到了哈，无哈，楼顶的看不到楼骹哈，楼骹看不到楼顶，虽然是楼骹就阿爸。咱做伙来去教会做礼拜哈。不过呢，有时候呢，我们会因着人数太多感谢主今天是我们右昌教会一个大团圆的日子。那么我们呢，能够在新春的时候看到很多从远地回来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的敬拜，这样子的敬拜是喜乐的，这样子的敬拜是高兴的，这样子的一个敬拜是充满美好的。阿们。好，这个时刻呢，我们要保持一个美好的这个心情那不是现在保持美好的心情。虽然世界上充满了这个战争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末日的这个兆头，但是主任牧师勉励我们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这个平安就赐福在我们当中。阿们。这个时刻，我们要来互相来拜年我们要互相来拜年，我们要来唱好心情。我们请副堂的，请主堂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让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让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告诉旁边的人说，耶稣爱你。跟旁边人说，耶稣爱你，围绕你，喜乐充满。我们在副堂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彼此的来互动。愿你有个好心情。第二节，因为耶稣好爱你，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主爱陪着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爱你，让爱围绕你，我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好，我知道因着疫情的关系，现在很多人戴着口罩虽然呢这个美丽的脸孔不能够看很清楚，但没有关系。等一下呢，我们会开放走动那开放走动，过年嘛，对不对？就是要人挤人嘛让我们台上台下挤一挤，好不好那挤一挤，最少跟20位的弟兄姐妹互相来拜年不要耶稣爱你爱要有热情我们就继续唱这首耶稣爱你就好了。耶稣爱弟兄姐妹，开始的请安，副堂的弟兄姐妹要一起春天好心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我们副堂的弟兄姐妹，
舞堂的弟兄姐妹也能够彼此的请安问候，让上帝的爱，让上帝的平安等等。耶稣爱你，爱你，让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好了好了，可以开始走回来。让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你，耶，爱你，耶，让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唱最后一遍的时候，大家请回到座位。耶稣爱你，爱你，让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拍手的美声，耶耶，掌声大声一点，耶，哈利路亚！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还没有，还有一首啊，我们恭喜的歌曲哈，一节的歌曲，但是外面是一节，我们有3节啊，记得唱，三节。要当，阿妹，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前面的一句话就是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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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前面的一句话就是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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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有一个和平大人君，他是全能的上帝，依靠他要得平安，要得新生新希望。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第3节，愿主耶稣的恩惠，愿父上帝的慈爱，真心的感动，熊熊甲你动。用力！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音乐继续，音乐继续。好像哈，恭喜恭喜一直这样子哈。听说呢，2023年有一个全新的动作。这个动作呢，可以彼此来祝福。我昨天晚上才学的，请大家跟我这样做哈。等一下恭喜恭喜的时候，好，科目三，恭喜恭喜恭喜，哦，科目3哦，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的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来，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嘿，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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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年大家拢会顺遂，今年大家拢会幸福，今年大家拢会成功，今年大家拢会平安，然后呢，大家拢总会健康。哈利路亚，耶！好，最后我们来唱耶和华，耶和华祝福我们。山中的白灵是无欠亏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现旁边，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你受事真好气，好地上花的假心。献出疼痛的根基，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稳定主爱的到万世代。我要野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我的亲像伊名永无衰。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年，咱要搁甲伫主的内面来连接。伫主的内面要连接，首先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就是咱伫主的内面爱彼此相听。圣经叫咱彼此相听，不是叫咱彼此相拼，意思完全不一样。愿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的教会更和谐，新的一年，我们的教会为主的福音更有负担。新的一年，让神在前面指引我们的道路，让我们走得更顺畅。所以这个时刻，好不好？不管你旁边站的人是谁，他今天能够站在你的旁边，非常的不容易。最后，我们再唱耶和华祝福满满，这继续台语习惯时阵，我们一起搭着肩，或者牵着手，跟左右牵着手，搭着肩。我们一起来唱，咱这位搭着肩牵着手，咱互等的嘛赶快哈，咱互等的嘛赶快，表示我们要在主里面更加的连结。我们来唱这首《产定的美人心》。山中的白灵是无欠亏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现旁边。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你受事真好气，好地像花的假心，献出疼痛的根基。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稳定主爱的到万世代。我要野手敬拜你，出欢喜的歌声，我的亲像伊名永无衰。产中的白灵是，产中的白灵是，无欠过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现旁边。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你受事真好气，好地像花的假心，献出疼痛的根基。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稳定主爱的到万世代。我要野手敬拜耶，出欢喜的歌声，我的亲像伊名永无。耶和华祝福满满，耶和华祝福满满。举起咱的手，伫新的一年，咱们领
属的上帝对天顶，予咱新的福气、新的稳定，临在咱的当中。我要举手敬拜耶，做欢喜的歌声，无论称颂伊名，永无山，无论称颂伊名，永无山，无论称颂伊名，永无山。继续，无论称颂伊名，永无山，无论称颂伊名，永无山。2024年震动，但是神要震动天地、沧海、旱地，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金子和银子都是他的，他要赐给他的百姓。在2024年，要扩张你们的境界，张大居所的幔子，要伸长你们的绳子，坚固你们的节制，向左向右开展。神要使你扩张再扩张，得胜再得胜。猛虎再猛虎。愿耶和华赐福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新春称谢礼拜到这里结束。等一下在我们的幼儿园的广场我们有一些的茶点的联谊请我们男女老少主堂副堂，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不要先急着离开，我们可以到副堂的地方，我们彼此享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茶点，让我们彼此的再一次能够更近距离的来请安，来互相的拜年。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神，掌声鼓励，哈利路亚！大家新年快乐！在我们聚会结束之前，新年快乐！我们再来祝福一次右昌教会，祝福一次我们自己，哈利路亚！一起来唱这首歌。让我们一起来跳舞，一起来分享这喜乐，一起来拍手。这是主命定的日子，右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来赞美神，一切都会很顺利。要祷告，如果有小朋友，也一起来到台上来赞美，好不好？又长又见大教堂。里面有许多小人物，新年快乐！小人物大故事、小祷告、大神迹，人们觉得很惊奇，真神在这里，努力传福音，要同心合一。现场的大声宣告，又唱又唱，这里幸福很好，又唱又唱。你的家乡又唱又唱，让我们再次出发。又唱又唱，又唱又唱，这里幸福很好。又唱又唱，这是你的家乡。又唱又唱，让我们再次出发。就是又唱。我们唱第二节唱第二节。如果你还愿意留在现场了，就一起来祝福右昌教会，驱使万民，驱使万民做出门徒，成为那布道的教会。我们是布道的教会。主命定的日子，命定的日子，一切都会很顺利。祷告就可以努力传福音，我谦卑做门徒。右昌有什么？右昌有简单教堂，里面有许多小人物。如果副堂弟兄姐妹也可以一起来赞美神了。
更大声的宣告说：又唱又唱，这里幸福很好。又唱又唱，过年过年过年，又唱又唱，让我们再次出发。再来又唱宣告，又唱又唱，这里幸福很好。又唱又唱，又唱又唱，让我们再次出发。再来又唱，全场安静，又唱又唱，又唱又唱。又唱又唱，让我们再次出发。最后一次，最后又唱，跳起来，跳，又唱，又唱又唱，又唱又唱，让我们再次出发。宣告，一起说哈利路亚，一起把你的手按在你的心上，说我是又唱蒙福的孩子。阿妹，新年快乐！上帝祝福我们，哈利路亚！新春版的就是又唱，辛苦了。